来讲，新竹市今日破坏5000块，是出动超过2000个工作人员来分现金。这透早都有济民众摆列买领钱。透早里面中心头前，就已经有民众排队准备领5000块现金。工作人员嘛伫内底无用，赶紧把现金穿好势。有民众讲真欢喜，会当咧过年前领到钱，打算好好来利用这5000块。过年要到了嘛吼啊，对厝内底较有帮助啊，买一寡生活日用品啊，还是啥吼啊，中的部分家己会使食一寡欧米亚个啊。5000块的话，就过年前有一些年货需要采买啊，不过因为我是有家庭和小孩的，所以我应该5000块会拿给太太。新的市长公安排来到现场传咖啡来慰劳辛苦的工作人员。公安指出，新竹市消费金提供多元的发放方式，民众除了会当直接领现金以外，可以透过新竹通 APP 来领。如果说今天实体领取真的没有办法来的这个民众呢，也不要担心，我们在1月30号到2月底之前呢，我们就是会有这个新竹通下载的数位的领取的 APP。那这个部分的话呢，如果民众呢可以在新竹通上面去登记你要的这个账户，那他就可以直接汇款哦。这摆有资格领这5000块的人，拢总大约45万人。市府指出，为了鼓励市民支持在地消费，未来结合传统市场、商圈配合举行活动，这会来推动新竹市的经济发展。记者杜君豪，新竹报道。